法羅琥珀芬香使用教學。宇宙量子琥珀粉打開能量頻道。首先插好電源線，再將插頭駁去芬香爐，擺好一個鐵碟仔，跟住就可以放1至3匙琥珀粉落去，用匙羹或者輕力震一震，將表面鋪平，然後將溫度調到300度，時間設為12個鐘頭。之後蓋上蓋，就唔好再打開啦。成個過程千祈唔好摸過爐，以免燙親。當琥珀粉燒完之後，會變成一塊黑色嘅固體，代表已經完成咗能量釋放，可以整塊清走丟棄。不過如果你見到上面仲有金黃色未燒完嘅部分，就等佢完全冷卻後，輕輕由旁邊敲開，整塊翻轉，再用同樣設定300度，再燒12個鐘，咁就可以雙面完全燒透，能量就會釋放得最完整啦。建議每隔1日就換上新鮮琥珀粉，等屋企個能量場持續清淨，財運源源不絕。宇宙量子琥珀粉9大能量功效： 1. 幫你靜心沉澱，減少雜念，等你嘅心定返嚟。 2. 打開智慧之門，靈感湧現，創意自然嚟。 3. 引導深層冥想，容易進入放鬆狀態，連結內在力量。 4. 吸財運入屋，轉動空間磁場，財源滾滾嚟。 5. 乾淨無煙設計，無刺激性氣味，人寵都安心。 6. 補氣養生，幫身體補返流失嘅元氣，提精神。 7. 提升家宅財氣，擺放得宜，風水自然轉旺。 8. 安撫毛孩情緒，寵物感受到平靜，唔再焦躁。 9. 增強靈性福德能量，連結宇宙，積聚福氣與好運。